今日知點小編同你探討一個問題：點解美國政府會股神遍地呢？今屆美國特朗普政府咧有幾犀利，小編就唔知道，但係起碼知道一樣嘢，佢哋拋浪頭同埋炒股都係一絕。喺關稅戰亂槍射到亂晒龍嘅時候，國內咧怨聲載道，華爾街大鱷都叫救命，全球一致聲討嘅時候，特朗普宣布對嗰啲跪低求饒嘅國家開恩，暫緩徵佢嘅關稅90日。同時為咗維持佢嘅威猛形象，又要再加中國21% 嘅關稅，去到高達125%，以示對中國反擊嘅懲罰。呢個時候，美國財長貝森特發揮咗個現代太監嘅專業素養。佢對外為主子喺度搖旗吶喊，佢話呢啲一直都係特朗普嘅戰略，成功逼中國走上困境，批評中國提高關稅又毫無作用，仲要指點中國應該跪低嚟傾而唔係報復，仲話考慮將中國嘅公司踢出美國股市添啊！對內據美國傳媒報道，財政部就擔心關稅遊戲會令到美債俾人拋售，孳息率上升，導致市場憂慮。貝森特仲力勸特朗普金融市場如果信心插水，會累埋美國嘅經濟啊！報道話咁樣講，成功令到脫咗韁嘅特朗普稍為受到控制。如果你好似嗰啲小黃人小綠人咁樣，只係睇美國講乜講乜，你一定會覺得川普皇帝威武。但係香港人有句說話叫做跌落地下揦翻拃沙，細估唔到竟然要靠一個美國太監嚟將呢句嘢發揚光大，妙啊！嚟自廣東話嘅用戶為你點讚。講翻轉頭特朗普咁搞法，全世界嘅網民梗係集體批評啦，鬧爆特朗普呢一個做法係有史以嚟最大型嘅操控股市，講出晒平民百姓嘅心聲，老老實實。作為一個守法嘅人，小編講任何涉及投資嘅問題，一定要清清楚楚話俾觀眾聽。投資涉及風險，黃金價格可升可跌，大家一定要盡力而為。下山300字。但係你睇美國關稅戰已經令到美國股市動盪不安，一國之首嘅總統走出嚟喺度出口術，叫你買股持股，就連個財政首長嘅財長都可以笑談股市債市嘅起跌，將總統嘅舞高弄低講成為運籌帷幄，視人民嘅財產如無物，按照自己嘅心情托市或者鋤價，所以你好難怪班網民喺度恥笑，更加怪唔到佢哋覺得美國政府先係操弄股市嘅最大玩家。忽然諗起美國前眾議院議長、美麗風景線妖婦佩洛西，俾人譽為國會山股神，年化收益率仲勁過股神巴菲特，連美國人都懷疑佢何德何能啊！不過，當你睇到原來身處世界權力之巔嘅美國政客真係可以憑住一句廢噏，甚至疑似收到風就可以賺個盆滿缽滿，你就會明白美國最大嘅製造業原來係製造股神，而且有官方認證㗎。